欢迎转到现场，今日来收嘅係新竹市啊，吼，係楊溪東門上嘅發通哦，吼，185周年嘅吼，剛才有講到嘅吼，除咗剛才發通靜態的活動以外，唐講吼還做得看戲係冇？好，還有看戲嘅發通喺明華園的掛戲呢。這曾參與他就跟那個明華園的老闆的陳老闆相熟，所以請他去哦，來做一類發通係冇，來結合。那是當難得啦嚇，因為新竹市還係要合到嘅鄉親，尤其係嘅多元族群嘛，所以市長希望講當多鄉親做啲強下落來，所以呢除了你本來嘅申請按個法通以外呢，另外還要安排當多從拄好拄到中秋節嚇，月餅節街下有咪強下來期盼嘛嚇，同時有咪要當到後生嘅咯，市長是希望講後生嘅。尤其係大學生，9月陣來到新竹市，佢對新竹市，有當到係外城市的，係外城市來到新竹來讀大學，要冇機會好了解，所以這樣嘅機會呢，是做得9月先來了解你嘅東門生。嗰時候剛剛講到嘅，其實就係也就愛東門城、低碳樂活城嘅一隻發通係冇？係，一隻發通就係剛剛講嘅，係動槍係迎新活動係冇？係。其實是講是城市迎新啦，城市迎新，市長講的就是用城市迎新，對對。唐公也唔係第一擺吼，唔係第一擺，是做多年，好多年了。我們有6所大學啊，有清華大學、交通大學、教育大學，然後中華大學、研培、玄奘7所大學，6所大學，6所大學。嗰時候周青就會第一擺發通咩會有參加就錯嘅，睇家做啲第一隻所在，強用嗰啲富上號嘅福圈咩吼，做得來談一下會有人來收記下一隻嘗試係冇？也會有人來講解啊，來導覽啊。不過也偷懶會有，啷會有這種迷途啦、迷失嘅感覺，因為也係安不死條係冇，安不死條啊，抽啲嘅片，啊不會有人偷懶，然後唔講一下也歷史，也新竹竹塹城用嘅都也係新竹市嘅，係冇強用嘅歷史嘅高層就抽嘅。不過主題頭也太學生嗬，太學生做得嚟到也認識新竹市以外咧，其實還有明華園嘅掛戲呢。哇，他又喺老人家。一刻其實沒有動到後生人開始來看呀掛戲嘅，呀掛戲呀擺咩真難得嗬。明華園的歌仔戲係那一年做得來輕鬆唔到9月初6，初6，初6嘅時間，喺度啲富美宮嘅樓去演出，介紹下海孫啦嗬，咱了解福建嘅度富美宮。唔是錢啦嗬，唔是錢，也輕鬆以外嗬，睇到嘅片啊就做得坐定。有做有 visual 就做得抽嘅，就做得看就抽嘅。哇，看到有怎樣嘅掛戲嘅演出咯，吼！接下來咧後尾又剛才有講到嘅9月初8嘅時間，其實就係8月班，大家就會來團圓嘅日嚟到嘅，也來到新竹市沒有冇強用嘅發通係冇？係，差不多。我們在8月15號是中秋節，就在我們的世博台灣館。對，世博台灣館是我們的另外一個門口啊，門戶啊，大大的一個天燈。天燈呢，對。我們那天晚上會在那個地方辦這個晚會，就是希望凝聚大家的一個對中秋節的一個印象。尤其是那個大大的天燈，就像一個大大的月亮。真嘅呀，其實喺平常時就做得戲嘅咩？對，就是世博的台灣館，假使冇戲到吼，松柏吼啲睇到嘅片呢，發行入擺就做得嚟到呀，係就睇啲台灣新竹點點圈圈嘅咩吼。做得輕鬆一下呀，世博的台灣館，台灣還有那一片吼，係冇輕鬆到嘅，就做得去新竹嘅片，一擺做清看槍係冇，就做得了解就做嘅。接下來後又看到一個祈福廊道，呀廊道嚟來團下，聽說喊係護城河係冇，那是重點啦，重點。嗰個呀祈福廊道又有乜噶？較特別的，因為剛剛講到嘅呀，廊道吼呀護城河呀，順通唔係會有動到嘅，就是胸片啊，有歷史咩？對，那我們就是做一個那個就是祈福的牆，從呀胸片底度就係算係呀護城河嘅素材。係草，嗰個周青嘅發通就係啲護城河呀看到嘅，呀周遭就是哇呀天覆洞好看呢。看到那個很漂亮，琉璃很漂亮。我們只希望這個以後每年元宵節的時候，我們就把這個琉璃燈會在這邊辦琉璃燈會。
我们希望以后是北天灯、南风炮、东邯郸，西边就是我们的琉璃灯会。哦，琉璃灯会，古时候也唔係平常時看得到嘅。平常都有，我们在元宵节的时候会再加强。會加強。啊，日擺要除咗廿以外，要做得看到嘅祈福廊道，又有家下有看到當到嘅歷史嘅相片啊，你做得。對。古時候也祈福廊道係自家去祈福。你知道一下，你知道一下，你特別想做新年啊，係嘛？啊，在東門城做上映嘅時間呢，你那去祝福啊，同時呢，你咪做啲鬧演千篇好酒啊，吼，就講係希望就嘛個願望做啲寫到街道係，然後老爺爺共同的祈福啊，哇，真平迄個古時候son來迄個185歲嘅。阿太哦，阿太講生日，古時候佢大下嘅子孫有冇？就做得鄉下來慶祝啦，吼，鄉下來享福咩做得，安尼，古時候有動到無共用嘅法通，唔過咧除咗有法通以外，吼，其實咧啲習俗吼，還係做得有。去設計咧強鬆嘅旅行係冇，這用走就可以走得到，係哦，也還看到誒，所以是新竹火車站就可以是行誒，用航路誒，沿着中正路，然後走到迎曦門，到迎曦中正的時候，再到這個中正路。就到影博館，然後影像博物館。但這是我們在這個新竹州廳，在古蹟辦公的地方，這我們市政府啊，市政府是到州廳地方。哇，聽說來看一下，看一下圖。州廳係州廳真的哦，就啲呀，州廳對。哇，古時候人家就上班嘅素材就係啲。三級古蹟啊，三級古蹟啊！喂，乜個東西做唔得名嘛？咁冇？都得啦，都得啦，都得啦。外觀不可以，外觀不能換啦。哦。不過剛剛講嘅路線吼，它有就會用航路，用火車條回事。對，中正路，然後中正路，然後這是中山到中山路這樣過來。哦，就來到呀，在中山路。對。古時候咩做得看到呀消防博物館，咩做得去參觀的，係咪？當這日本時代的時候，最高的地方就在6層樓高。哦，也有6層樓哦，6層就錯嘅。對，還可以看到新竹的所有的這個環境都看得到。古時候睇架駕駛會半年啦，吼，也可能唔是1年，1年的方面做得啦，吼，強鬆行啦，吼，行了，就做得一開始早晨的時間就對呀火車條，吼，無論係坐呀客運啊，還係火車，就做得來到呀中正路，哇呀！陽禧門有冇吼？也下講吼，抵到佢喺陽禧門過後咧，聽說一抵到陽禧門探到較好探些咧，大家就抵到呀東門上聽冇喺陽禧門吼，陽禧門過後就來到嘅呀，係冇？這個哦，入邊沒有影像博物館，這全台灣第一家有冷氣的電影，有冷氣哦，吼，呀，青蔥油呀，暗夜的時間有冷氣啊，過後就來到呀，好，新竹州廳，吼，做得看到失蹤的話，後面做得老弟上家問一下，好，就行得呀中山路，係冇？中山路青迷就做得來到呀上鳳廟呀富圈都做來食一下東西，呀富圈吼，真嘅有動到好食的小吃啊，米粉供完之後，還有那個什麼這個水蒸蛋糕啊、蚵仔煎啊，那個。因為各地啊，可能吼大家就地度嘅肉丸呐，吼肉圓係冇共用，形狀咩特別冇共用，紅糟。紅糟之後還有包栗子，栗子哦，哇，懂啲片呢，栗子的咩係冇共用嘅做法就做嘅地度包嘅東西。共用啊，那只包多加栗子這樣，很好吃。哇，真見動到啦！按你講按到吼，觀眾朋友唔掂，因為切架吼，去到嘅片來食看呐，因為東區咩，無論係啲南埔嘅上來，係東埔過來，北埔就唔是講嘅啦，吼，北埔東區咩吼。咁所以咧，除咗呀呢輕鬆吼強鬆，按你行了以外咧，其實吼，家下講到嘅呀強鬆嘅半日嘅行程吼，做得按你行過來咧，就要較重視咧吼，強用迄啲新竹嘅火車條開始行嘅冇。可以從火車站開始，然後走這個中華路，到我們的新治平故居，然後再沿着那個東門街走到迎曦門，然後再跟剛剛一樣到這個市役所，到州廳，然後再從再從北門大街，還有長和宮跟水仙宮，對，古時候按你看起來嘅話，其實較重些咧。
其迄路线无共用就错嘅。系差，所以佢要去到较远的所在，也可能就要一日吼，唔冇差唔多一日的时间。反正清明啦，就喺雷都会要上风庙，上风庙要片，类似的东西就错嘅。唔过吼，他又好像吼，像迄产业啊吼，你啲星座按旧算旧啦吼，旧吼，你即个有乜个较时过嘅景点吼，即个较私房嘅，唔可以讲乜个太家地道嘅讲完啦，唔好去创，有乜个较实宁地道嘅冇？该吼，该就动作为首吼，因为夯到该烘都地图嘿，该地盘吼就动作好势啦吼。严重按样讲啦吼，你用烘诶，慢慢烘，你看到奈、湿到奈、臭到奈，哦，该就加在为首吼，就因为介绍吼，像今下时总讲诶，该银博馆啊，该系日本史头诶。天咧有人去诶，嘿，你下有人去，冇买新鲜的啦，对，不过该烟台吼，该感觉是动漫的机会啦吼，所以嘿，你做啲那起到还要想手的活片就一直看落去烘看，嘿，慢慢烘慢慢聊，你是会感觉现在是其实非常用行路诶，用行路诶，就滴，啊，施总咧，你这个就第一也顾一地度伫咧做些上班呢，啊，你知道有乜个水煎不太改？外妈祖，对，水仙宫跟长河关道跟丝路的交接点，这是1912年全台湾第一部默片，在这个地方演出的。默片哦，对，默嗓音的，对，在这个地方演出。这个地方，我们妈祖婆她的那个头发还是听说是李莫阳的真的头发。哦，对。你迄讲做在看到诶，正经伫咧头南模迄正经诶，这种是正经诶，对，迄苗唔多啦吼。但现在没有放到，现在放在里面珍藏着。那其实每一条街都有它的惊喜之处，这里很多美食哎。嘿，就会地尤其是北门街很多吃什么那个要吃贡丸吃什么，这地方都有。还有要地度的小吃店呐，吼，传堂嘛，就清有历史呢，一开就开多久啊？对。嘿啊，不少观众朋友来到亚杂素菜吼，听说做得老了啊，做得试一下。唔过唐讲吼，出台亚白发通吼，因为根本你基金迄半年是7块的吼，半年代理之后，伫波公馆后面有咧发通哦吼，含伫嘅记行哦，送来迄物个咧，等下张手机问大家也还先来聊一下。